首先大家午安。那么今天下午，我们接续要讲解的是观音菩萨的这个实修仪轨，也就是立身遍空这个仪轨。那么就像我们早上讲到，这个大悲观音菩萨呢，他这个对于六道众生的这种大悲眷顾呢是非常快速的，因为观音菩萨他是诸佛大悲的一个总集，可以说是诸佛大悲心的一种表征。所以我们说观音菩萨对于六道众生的这种大悲心的眷顾呢是非常快速的。那么尤其我们说雪域藏地，更是观音菩萨的调伏境哦。那可以说观音菩萨是藏地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本尊。所以我们说观音菩萨跟藏传佛教还有雪域藏地是有着很深厚的特殊的一种因缘。尤其观音菩萨对于救护那些罪业深重的众生，更是有着极大的一种大悲的一种愿力。所以我们说，我们这次修持学习这个观音菩萨的仪轨这样的一个法门，真的是非常殊胜和重要的。那一般来说，观音的法门非常多，四部密学当中都有。但是我们这次使用的是一部著名的仪轨，是由大成就者汤东嘉波所撰写的。这位汤东嘉波大师是在雪域藏地非常出名的一个成就者。在他的故事当中提到，他曾经有不断的亲见到许多的佛菩萨，像是观音菩萨、马头明王、度母等等。我们说亲见到就像是人跟人见面一样那样子的，他不断的当时亲见到很多的佛菩萨。尤其在当时见到观音菩萨的时候，观音就对他说我是这个你的善知识，就说我是你的老师。接着观音菩萨说，你要透过六字大明咒成就广大的这种利益众生的事业，帮助众生得到这个帮助一切的众生都能够得到解脱的果位。在得到这样的受记之后，那汤东嘉波大师当时就写下了我们这一次这部仪轨哦。所以各位手中的这个仪轨真的是一部具备极大加持的一个仪轨，而且经典上说，只要和此法结下了缘，就会这个得到观音菩萨的一个大悲眷顾。所以真的是一部殊胜的仪轨。希望大家要知道这一点，这部仪轨它的特殊之处。那么我们今天早上呢讲过了的是前行的部分，前行当中有皈依和发心，那这个讲过了。那记得在讲解这个仪轨修持的时候有6个部分。第一个皈依前行皈依发心的部分讲过，接下来是第2个是什么呢？就是本尊的观修，或者说观想本尊的部分。那这是仪轨内容是从哪里呢？是从我等遍虚空有情这一句开始，到摄诸皈依处自性这一段，就是观想本尊的部分。
那这里你要如何观修观想这个本尊这个佛菩萨呢？首先呢，我们还是保持着平时我们的样子换句话说，这里你不用观想自己是本尊。接着，在自己的周围身边呢，就像早上皈依时的观想是一样的，就是你喜欢的、不喜欢的、陌生的一切众生就在你的身边周围。接着，在观想这每一个你观想在周围的众生，在他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他们各自的头顶上，都有一朵8个花瓣的白色莲花，然后这个莲花中间还有花蕊的，这是要观想这样想。接着在观想这朵莲花的中央，有一个满月的月殿，一个或者叫满月的轮。接着在观想在这样一个满月轮之上，有一个白色的柿子，它就像珍珠一样的鲜白，然后绽放着光芒。这个柿字种子字代表了什么呢？它代表一切诸佛的悲心。你要这样子有这样的认知，这个柿字就是诸佛的悲心。换句话说，诸佛的悲心是以这样一个种子字来做代表的。那么咒字呢，放射出就这个柿字放射出无量的光芒，就像是月光一样那么放射出来，照到哪里呢？这个光芒照射到十方的无量的这个诸佛的国土当中。当这些光芒照射出去的时候呢，那么一切诸佛国土当中的这些佛菩萨们也都被光芒照射到了。接着你再观想说，这些光芒照射到每一尊佛菩萨前的时候，光芒的尖端的部分呢，都变换出无量的各种供品，然后供养着一切的诸佛菩萨。所以你这里是在想着我做了一切的供养。那这就是我们叫上供诸佛菩萨的时候的一段的观想。接着呢，是这个光芒要照射到有情的众生，一切有情众生。你想，他们一切的病痛、魔障、罪障、烦恼都消除了。还有，这个光芒也照射到这些六道众生他们的住处，无论是天界也好，我们说阿修罗界、非人界也好，或者三恶道等等。这一切的地方都清净了，都变成了这样一个充满着喜悦的、欢乐的极乐净土。然后全身呢都绽放着5种光芒，然后这样的光芒也是照射到一切的诸佛国土的。那这在每一尊观音每一个众生头上的这个观音呢，他的面容呢都是面带着微笑着，然后同时那样的微笑当中充满着是对于自他一切众生的这种慈悲之情。接着
接着我们说观音菩萨有4个手背。那么首先的2个手背呢是合掌着的，合掌当胸。另外呢还有下方有2个手背，那么右手呢是持着水晶念珠，那么左手是持着带有这个菩萨身体呢披着是白色的绸缎，还有飘逸着、穿戴着还被风吹着飘逸着的这种丝带等等。再来，它的下是白色绸缎的这样的裙子，同时呢，它还穿戴着各种珍宝所制成的，像是头上有宝冠，再来有耳饰等等。总之，一切的装饰珍宝圆满的。再来呢，在它的右肩上披着一片这个鹿皮，是在它的在它的左肩哦，在左肩有这样子的一个鹿皮。接着在观音菩萨的顶上，有部主阿弥陀佛现化身相，然后是金刚跏趺而坐。那观音菩萨他背靠着什么呢？他的背倚靠着是一个完全清净没有垢染的白色的一个月轮。总而言之，记得观音菩萨就是一切诸佛菩萨悲心的一个总集。那以上这就是本尊观修的部分的内容了。所以接着你就慢慢的念诵内文是：我等遍虚空有情，头顶白莲月轮上，谁则化成圣观音，白色明镜无光灿，庄严微笑悲眼视，4背手对合掌，金珠白莲厚2持，绸缎璎珞珠宝饰，鹿皮于肩，坐披饰无量光佛为顶严，双足金刚跏趺坐，背以无垢满月为摄诸皈依处自性。所以接着你就念这一段文字的时候，随着文字呢慢慢去做观想。每一句你就慢慢的念诵，然后随文入观。一般来说，早上我也有提到就是在做观想的时候，有的人可以做得到，但是有的人就是没办法观想得很清楚。这每个人的状况不同，那有的人生理状况的不同，所以有的人观想得清楚，有的不行。那么以我的一个经验来说呢，观修一个观想一个本尊的时候，虽然本尊相貌要清楚，这也的确很重要，但很多人却以为就是观想清楚要像就要像是那种绘画画出来那一般，或者像雕刻出来的，或者铸模出来那样一模一样但其实并不需要的。
所以观想，我觉得重点是在于，举例来说，刚刚我们想着每一个众生各自的头顶上有一个白色莲花，这是我们刚刚谈到的哦。那莲花，白色莲花，我想大家都看过嘛。但4个手背的观音，我看应该没什么人见到过。但无论如何，我们观赏白色莲花，有人觉得，我们可能会觉得，为什么要观赏白色的莲花呢？它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每一个众生头上观赏着一个白色的莲花，这样子的观赏对自己的心的修持有什么样的帮助？但是我们常说密乘密乘法、密法，其实很注重表征、象征和这些当中和它当中所包含的这些含义。所以外相和它的内涵的关联，常常是要一起说的，就是在这些表征和它的内涵的关联性是要一起来讲说的。所以这里的白莲，它是一个象征，那它代表的内涵有什么呢？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说莲花，它是生在这样一个不净的淤泥当中哦，但莲花本身却是洁净，是无垢的，是每个人见到的非常欢喜的。所以同样，这时候白莲它象征的就是我们的出离之心，就是我们想要出离轮回的那念心。白莲花代表的含义就是这个出离心。所以当你有了这样的一种理解之后，那就会知道它观赏的含义在哪里，就是原来它象征的内涵是这样啊，那么你这样的观赏就会有意义了。接着莲花之上是一个满月轮，所谓满月轮呢，就像是一个月亮的坐垫，像坐垫一样的一个月轮，满月轮。那这又代表了什么呢？这里的月轮代表的就是世俗菩提心。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多少都具有这种慈爱之心，甚至再凶猛，就是这种动物也是有的。比如说，他也会对于自己的孩子、亲人有着慈爱之心，但是这种慈爱还是有局限性的，是偏私的。比如说，我喜欢的我会关心他，我不喜欢的我就不理他。那这是有局限、有偏私的一种慈爱。所以当我们在观想满月的时候，它本身就象征着我们要具备、要升起什么，就是一种圆满的慈爱之心，没有任何偏私的这种爱心。所以你这样子了解这一些表征、表象，还有懂了它的内涵之后，你就会观赏就比较有意义哦。所以你真的要了解它的含义是什么。所以只是观赏相貌清楚也没什么用，要了解象征的内涵是更重要的。内涵你有感觉了，其实慢慢的相貌随着时间你总会观想清楚的，但重点是你要对它所代表的内涵有感觉。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哦。那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我们刚刚提到要观想每个众生，每一个众生的头顶上都有
这样一个观音菩萨。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观赏每个众生头顶都端坐着那么殊胜、具备加持力的一个菩萨，你的心就系在这样一个菩萨上，很自然的呢，其实我们的烦恼也好、妄念也好，它就会平静下来。当你的心是专注在这样的一个观想上的时候，你平时的什么烦恼妄念呢，其实也就没什么机会出来这个捣乱了，你很自然心就会平静下来的。所以我们刚这里说，观想每一个众生头顶上都有这样的一个观音菩萨，透过这样一个你专注在这样一个观音菩萨殊胜的观音菩萨时，你的烦恼妄念它就会得到平息。不仅如此，自己内心的这种慈心悲心也会慢慢的增长，变得更有力量展现出来。所以总之本尊的观修的重点不是在于这个外相，也不是绘画雕刻那样子要那么清晰你记得它是代表着你要具有出离心，你要具有世俗菩提心，而且你透过这样的观想，你将这种出离心跟世俗菩提心活生生的、真正热腾腾的、具体的展现出来，而不再只是你的脑子里的某种想法而已。举例来说，例如世俗菩提心，你用满月轮作为象征，这样去观想的时候，它并不是脑子里的某种想象而是呢，你会想到，其实月光它就像看夜晚天空中月光它是映照大地的一切的生命是一样的，所以这样的一种月轮、月光的一种意象呢，这样的一个意象，其实就帮助你，它就像是一种很强而有力的一种工具一样帮助你让你的世俗菩提心的力量能够展现出来，它有这样的一个用意的。那简而言之这就是本尊观修的部分。在接下来的部分，就是会有提到透过一些光芒的收放观想光芒放射收回来等等，然后成就三门本尊的一切。那这里主要其实就是接下来这里就是持诵咒语的部分。所以这里就是持诵咒语的部分持诵咒语的部分又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呢是祈请而敦立，这个意思是说你透过因为你的祈请，你让这个敦立了，或者说让个观音菩萨感动了，敦立他的心。第二个就是透过光芒的收放成就三门本尊于切。那么所以首先是祈请，祈请呢内文是净己无暇大悲深阿弥陀佛顶上言，慈眼悲悯视众生，顶礼观世音菩萨。
所以刚刚我们观想，在每一个众生头顶上呢，都有观音菩萨。那么，我们这里可能会讨论到观音菩萨它是面向哪里呢？其实我们可以观想呢，这每一个观音菩萨都是面对着这每一个众生，面对着这每一个众生者。因为这里提到说慈眼视众生嘛，慈眼悲悯视众生，所以是需要面向着自己的，面向着每一个众生自己的。那么接着在自己周围的众生你观想出来这每一个众生，我们齐身的全心全意的祈请跟发愿，是为了六道一切众生都能够出离轮回，都能够成就佛果，都能够成就这样一个究竟解脱的佛果而祈请发愿。那这里要念的祈愿文是什么？就是上面刚刚念的就是净极无暇大悲身，阿弥陀佛顶上言等等。那这个偈文你念7遍、21遍、100遍都可以，最好是要念到呢你有感觉为止这是很重要的。那不只是这个偈言赞文要念诵，这时附带你也可以念诵一些其他的观音菩萨的赞文。举例来说，像是《妙法莲华经》当中的这个观世音菩萨的普门品，中文就叫做普门品。这个时候你附带念诵普门品也是可以的。或者是念诵由巴莫比丘尼所写的观音赞文也是可以的。还有由月称论师撰写的一个叫《大悲观音》的悲叹祈请文也是可以的。总之呢，任何可以说具有加持力的这种观音菩萨的赞文，这个时候都可以念诵。还是讲回来，重点还是在内心。也就是你对于观音菩萨是具有着全然的信心，也就是观音，您知道一切，你完全了解我，我今生来世的一切的希望全部都寄托在观音您的身上，这就是一种全然的信心你要有这样的想法。总之要念什么赞文都可以，重点是你知道哪一些赞文就去念诵，或者说你有感觉的这些观音的赞文都是可以念诵的。那么以上就是透过祈请敦立观音菩萨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接着持咒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借由光芒的放射跟收回，然后你的身口意三门成就本尊于前。所以持咒的第一个部分刚刚谈到行者专一的祈请观音，然后观音菩萨的心受到一种鼓励，得到感动之后，接着你要想自身头顶上的观音菩萨从他的身中呢放射出五彩的光芒，其中白光特别的明显。总之这无量的光芒照射十方，消除一切的黑暗。所以我们心绪当中其实无始以来呢都有无明的这种黑暗而且我们的这种无明这样的黑暗，它只是非常是厚重的，就像是一个这种千年的暗室是一样的，从来没有被光芒照射过。那么现在呢，在
这样一个观音菩萨，在我们祈请之后，观音菩萨光芒放射，身体放射了光芒，所以在这样众生在这样的光芒照射之下，所以我们所有众生厚重的这种无明暗识都被这个摧破了。还有无始以来我们可能造作各种很重的罪业，叫做五种无间的罪业，还有身口意的各种不善，还有相顺于这些不善的恶业，全部都消除殆尽。还有像违背了戒律誓言各种罪业也都清净。还有被这个光芒照射之后，你要向观音菩萨身口意的加持，自己完整得到了。在这样子被光芒照射到的刹那间，众生完整得到身口意的加持，那么我们自己的身口意三门也和观音无二无别，那自己这时候就成为了观音的身形。那首先光芒照射到自己的时候，你要这样想，自己就完全变成观音菩萨。接着是这个光芒照射到众生，六道一切众生在被光芒照射之后，也都变成观音菩萨。再来六道的各个地方，这些环境，也就是所谓的气世间也都转化成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都转变成为清净的国土。总之呢，六道众生的身体身形都化现为观音菩萨的身形，这是身语义的身的部分。再来各种的音声声音无论是所谓的人为的非人为的，譬如说大自然地水火风四大种大自然的一切的音声，也都转化成为观音菩萨的语身语义的语的自性。还有我们一切的心念，比如说妄想，这些错乱也都得到清净，成为观音菩萨绝空不二的自性。总之这里谈到是一切的显象音声念想都成为了本尊清净的这种身口意的自性。所以刚刚提到这一段的观想当然每一个细节都还有它很深的意义，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观想比如说观想这里是自己身口意成为观音的自性我以前也想过，这样的观想它本身就是你自己成为了观音菩萨，它是有它特别的含义的，有它特别的用意的。举例来说，当你觉得自己是观音菩萨的时候，如果你还想要生气，好像不太方便了，或者你还想要嫉妒，那也就不太方便了。譬如你一边想着自己我是观音，我是观音，一边又在那边气到不行，又在那边嫉妒，这好像是不太对所以透过这样的观想，其实你各种凡俗的念头，也就是一般我们觉得自己是一个凡夫，各种的这种执念就会透过这样的观想得到了消除。而且你会知道一切都非真实，如同幻象一般。
所以这里你也的确需要具备一些空性的见解，是会有帮助，对观想有帮助的。因为如果你知道一切如梦如幻，自然就不会有太多贪执。所以观想透过这样的观想，其实也会增加自己的信心，会开启你的一种潜能哦。那这是观想的内容的部分。那要念的文字是什么呢？就是以我专诚祈求力，从摄者身、圣者身放光明，尽诸恶业及烦恼，娑婆顿成妙净土，有情众生身口意，悉成观音身口意，相因觉空合为一。所以念这一段的时候，各位要想的就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一段意思。接着就是要念诵六字大明咒了。可以说观音菩萨这一做法的正行就是这一段了，就是要念诵六字大明咒。那六字大明咒的解释也是很多的，我想这部分是留待明天再说。简略来说，我们讲到六字大明咒，持诵这样的咒语，就是这样一做法当中最主要的正行的部分了。那到今天下午到现在为止，我们讲解了前行皈依发心，然后又讲到了正行观想本尊，接着又谈到了持诵咒语。所以你会看到一个仪轨修持是有次第性的哦。其实按照次第来讲，当你修到了这里，念到了这里的时候，你应该要是有些感觉的。如果你在开始的前行皈依发心没做好，没修好，你会发现正行本尊观修也不会有什么感觉，然后你本尊观修也没做好，也没修好，在之后的持咒也不会有什么感觉。所以你会看到整个仪轨修持之前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下一个阶段很重要的基础。所以你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时候，这每一个次第都会是奠定下一个次第的基础。你有这样的认知，那么仪轨修持上你就会修得比较稳，你也会比较谨慎跟注意了。那我想今天大概就讲到这里，说太多的话明天就没得说了，因为已经今天讲了3个部分，那总共只有6个部分，那已经讲了3个，今天讲太多，明天就没什么说的了。但最后我想说的是，这次我希望还是接受各位的一些提问。那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可以写下来哦。然后写好之后呢，交给这个主办单位。当然也没有时间回答各位所有的问题，所以主办单位也会筛选一下，尽量避免可能重复和一些不相关或者比较不适合的问题等等。所以所以我想大概最多回答10个问题吧，再多大概就没时间了。
当然，今天现在是没办法哦。那么，但今天大家请想一下，你有什么问题？那你写下来，明天一早请你交给主办单位。那么，我应该明天下午可以回答各位的。那虽然我这次无法前来，但我想有些人可能有比较重要的一些问题，那我想我回答就能够回答就比较好，因为我这次没办法来，有些人可能心中有些重要的问题哦，所以我觉得能回答是比较好的。那么最后再次的谢谢你们，那么明天见，谢谢。